今仔日呢，师父要甲佛祖讲的话，释迦牟尼佛伫圆觉经伫楞严经内底，圆觉经甲楞严经内底讲这段话。师父要解说用近千倍话来甲你解说，这就讲到咱众生的心性。讲到吼，你我咱凡夫众生，为什么会堕落？为什么会受苦？为什么六道轮回？哦，伊甲你讲个足清楚。知幻即离，知影这是希望的。你所看到、听到的、接触的，可以你的感受，不管是人甲你赞叹、甲你诽谤，也是你感觉欢喜，还是感觉悲哀，可以。你今日有得到，还是你失去，可以。这拢是假，可以。知幻，你要知影这是希望的哦。包括你身躯在内，你身躯嘛是假的哦。像会老嘛，会破病，最后死嘛，断开你袂起来活动，这就是假，身躯嘛假，爱知影这是假哦。即你知影假，你马上离开就对，各位，你感受就对，你的感受。哎呀，我感觉安怎，我感觉安怎，假嘛，对不对？你是用感觉在生活，所以这是假，你马上去离开，不做方便，你唔能够做其他，用什么方式来，用什么条件来，用什么办法安尼去想讲，我要离苦得乐，因为咱拢叫假，甲咱占有着咱的意识内底。所以咱拢直直思念念安尼就对，得到就欢喜，失去就悲伤。啊，咱来甲咱学咯，咱嘛感觉讲真满足。啊，咱来甲你诽谤，讲两句是非，咱就懊恼，就来生气。个，咱拢捡这物件，安尼加滚啊！所以咱直直烦恼拢袂断啊，咱的本性无都显露。所以你若知是假，马上离开。你来讲哦，这个所在是非加滚，好了，我暂时离开。可以，安尼，你莫去看遮，莫看，莫听，吼，莫去应付人，安尼，你的心性就会清净，烦恼就会斩断啊。有人伫问啊，佛祖，我要安怎如何断这烦恼啊？呢？佛祖甲讲，放下啦。啊，迄个人讲，佛祖，咱的烦恼拢无共款，为什么你的答案拢共款？拢全是放下。佛祖讲，你困的时阵，你会做梦啊？袂？伊讲，哎呀，我嘛会做梦啊！啊梦，每一个人做梦拢无共款，对毋对？要安怎甲这个梦，要互伊中断，互伊斩断，大家拢无共款的梦，要安怎处理？啊，叫醒就好，精神就好，安尼梦就无去，安尼就解决，是毋是共一个答案啊？可以。唔管你什么代志，唔管你伫世间弯，是非非，得失就对，烦恼，各位你放下，安尼就正确的答案。听有无？心莫去挂碍，什么拢莫去操烦，安尼你家己的快乐心性就会长，记你的本性，无做方便，没用其他方式就对，用什么办法就对，免离开就可以啊，就是敢若你做梦清醒就可以啊。离幻即觉，离开这个希望，你将这假物件可以离开了，你马上无这烦恼嘛，无这恶杂，无这物质，无这是非的加滚，没有这些东西纠缠啊！你的心性，你觉就是会觉醒，你就会觉啊，原来我的本性是清净的啦，我的本性是无生无灭的啦，我的本性是具足了一切，我的本性是未动摇的啊！我迄个时阵你就觉一无渐处，即款的要得到这个觉唔免讲啊一步一步来啊呢，唔免个无渐处就是无讲咧慢慢啊，你离开这个希望，马上就会觉醒。狂信这些，你这欲望就对狂信，你这真疯狂的本性，个迄个性什么性？唔是你的本性哦，是你家己的个性。个性就是你这个欲望的，这个个性呢，各位，那是自己有法度甲停下来就对，这就是停止。你这个真疯狂的这个屈势的个性，那自己有法度去甲停止了。菩提就是自信，你的自信就会上来了，你就无亏欠啦，具足一切啦，你灵知万法，你的自信会当知影这个世间的一切。各位，咱今日为什么无心痛？就是因为咱的欲望太济，心性污染、垃圾太济，一个搞假、搞讲是非，背后伫讲批评啊！你拢全讲这话无？你讲人是非，便是是非者。直讲是非的人，你心性未稳定啊，未清净，你心性未光明啊。你无甲伊停止，你若停止了，
菩提对你的自性，迄个觉性对出现，你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什么代志拢知影得着。神通自来啊，你神通就会来啊。明就知影讲，迄对方这是假哦，迄是你的因果哦，这是你的业力哦。但是为什么咱哋安尼一个冲动就对？迄个情绪无法度家己安排家己，为什么？国语系业力啊业力啊！你怎么要转这个业力？家己无法度，要安怎？可以赶紧念佛，你就念佛，用靠着佛做这名号的功德加持的亏难，甲咱转业，甲这过去我讲得罪讲伤害，甲人结恶缘，这业。紧的甲拨开就对，安尼我才恢复我家己清净的本性，安尼，各位，安尼听有啊无？所以为什么爱念佛的道理就是伫遮？各位，所以咱人伫世间，唔好去讲是非，唔好甲人计较，唔好甲人冲突，唔好看啥袂顺眼，你唔好去看遮，你爱找你家己的本性，我唔爱互我家己的性去污染去垃圾，我唔爱。各位，安尼你是真正要来修行的人。各位，啊，你若唔知影，家己戆做就对，啊，你迄是戆修行，戆修行无法度得到智慧，无当得到福报。唔知影伫心地爱用功夫啊，唔是外口我戆做就对，安尼我做甲人结缘啊，但是你心性无改变啊，啊，愈做愈错，愈骂人啊，安尼心内袂平静。各位，安尼你做起来，你有功德啊无？无功德，佮转罪业啊。安尼，你听有啊无？可以，你要求你家己啊，听懂吗？听懂，好好，咱收起来。